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隻好有用嘅手機軟件，專門幫助柏金遜症患者記錄手震同移動症嘅時間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有柏金遜症，呢隻軟件真係可以幫到手。Strive PD 軟件簡介，今日介紹嘅係 Strive PD 呢隻係專門為柏金遜症患者設計嘅免費 iPhone 同 Apple Watch 應用程式。最緊要係佢已經攞到美國 FDA 食品藥物管理局嘅醫療級認證，即係話佢嘅準確性同安全性都有保障。呢隻軟件最勁嘅地方係可以直接整合你隻 Apple Watch， 自動幫你追蹤同記錄手震同移動症嘅出現時間同嚴重程度，所有數據都會自動同步到你部 iPhone 上面，完全唔使你手動記錄，好方便。用咗呢隻軟件之後，你可以喺手機入面睇到每日手震同移動症嘅發生時段同持續時間，數據會用圖表形式清楚咁展示出嚟，方便你同醫生一齊睇返你嘅病情變化。當然啦，除咗自動記錄之外，你都可以手動輸入藥物服用時間、症狀反應等等資料，幫助醫生調整你嘅治療方案。每月報告功能，而家講下呢隻軟件嘅報告功能。佢有個好勁嘅 AI 智能報告系統，會利用人工智能每個月自動幫你生成數據摘要報告，比較唔同月份之間嘅症狀變化。呢個報告會包括手震、行動能力、運動量同埋藥物依從性嘅趨勢分析。除此之外，軟件仲提供互動式圖表，展示手震、移動症、行動力等症狀隨時間嘅變化趨勢。最有用嘅係佢會結合你嘅藥物服用時間、運動活動同症狀表現，做關聯性分析，幫你了解治療效果點樣，甚至可以生成一日內各項數據嘅整合圖表，清晰咁展示藥物、症狀、活動之間嘅時間關係。安裝步驟，而家講下點樣安裝呢隻軟件，因為香港地區嘅 App Store 暫時未支援 Strive PD 所以我哋要先轉去美國地區先可以下載。首先，開啟你部 iPhone 嘅設定 App， 點擊最上方嘅Apple ID， 然後揾到國家或地區選項，喺清單入面選擇美國。記住付款方式要選擇無，然後填寫美國地址資料。我俾個例子你哋，街道地址可以填1234 Sunset Boulevard 城市 Los Angeles 州省份 California 郵遞區號9001，電話號碼隨便填個美國格式嘅號碼就得。轉好地區之後就可以開始安裝啦。第一步，下載應用程式，打開你部 iPhone App Store， 喺搜尋欄入面打 Strive PD， 揾到之後點取得，等佢自動下載同安裝完成。第二步，賬戶註冊與設定，點擊桌面上面嘅 Strive PD 圖示，選擇註冊新賬戶，跟住指示填返你嘅資料就得。第三步， Apple Watch 配對，如果你有 Apple Watch 嘅話，喺我的手錶標籤下面揾到 Strive PD， 點擊安裝就可以將軟件同步到你隻手錶度。第四步，個人化設定，進入軟件入面嘅藥物選項，新增你而家用緊嘅柏金遜症藥物，設定返服藥時間同提醒。總結好處，用咗 Strive PD 之後有咩好處呢？第一，自動化被動監測，透過 Apple Watch 可以無縫追蹤手震、移動症同行動力指標，大大減少手動記錄嘅負擔。第二，全面健康資料整合，佢會同軟件呢 Health 同步步數、心率、睡眠等多項健康數據，提供完整嘅生活形態同症狀變化視圖。第三，個人化治療支援，結合症狀趨勢、藥物日誌同運動目標分析，協助你同醫療團隊一齊優化藥物劑量同運動方案。第四，互動式圖表與報告，提供動態趨勢圖同 AI 自動生成嘅月度報告，清晰展示病情波動同治療成效。第五，跌倒偵測與緊急通報， Apple Watch 可以偵測嚴重跌倒，自動通知你嘅緊急聯絡人，提高居家同外出安全。最後，臨床研究與設備整合，因為獲得 FDA 認證，可以支持心腦刺激等醫療設備數據整合，仲可以參與臨床試驗。結尾，好啦，以上就係 Strive PD 呢隻軟件嘅詳細介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有使用心得想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交流。希望呢隻軟件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收睇。